sana maulay gabu maulay gabu maulay gabu di sana maulay gabu aku di sana. 谢谢。我先喝一杯好不好？谢谢你们。哎呀，谢谢。我刚刚闭眼睛的时候，你有拿过吗？你知道吗？我在部落车跟朋友唱歌聊天，我都不会闭眼睛的，因为睁开眼睛的时候，前面的东西就没有了。然后这礼拜跑去找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啦。我们国中就认识了吧？他是南投的布农族，然后他也是部落第一个年轻人，国中生哦，带那种部落导览的。在15年前应该算是很难得的事情，就是国中生然后再带那个外地来的朋友，然后部落导人，然后讲得很震惊哎，他的中文超好的，这是我们祖先的，对，没有他们有一个石头是他们的那个祖先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他们圣山不是玉山，是那个自毛山哦，你们听过吗？在双龙部落，听过吗？新乡双龙，啊，没关系啦。真的有听过，因为他们那人还蛮多的，就不像我印象中的那种山上，因为山上你知道都斜坡，怎么住那么多人很难嘛，所以那部落都小小的，就是斜坡能住的地方不多嘛。哇，他们部落整个斜坡都是住人呢，然后打篮球的那个球会从最上面会打到下面。打篮球那个绝对不能是三分线，因为万一失手就会出去很远的地方。那个球下去到最下面，大概走路要半个小时吧。骑摩托车又不能骑很快，又斜坡啊，那个之字形的啊，蛮奇怪的地方啊。布农族住这么陡的地方，山上没有平地哦。好了，因为我不是山上的人，我是海边人。可是很多人说，你是山地人。前面才看到 KTV 哦。山地歌。你知道我有一个歌，我听起来觉得还蛮时髦的。里面还用3D，不是3D，还用特效。约翰舒敏有一首歌叫《约翰舒敏》。应该我觉得蛮炫的啦，应该看起来应该MV 画面应该不会太差，好歹也要像个西班牙或者是，它后面还刮胡3D 歌，这个印象实在是太特别了。然后只要旁边就是那个林宥嘉的啊，林依晨的，我想说把这林宥嘉旁边，然后我的还被刮3D 歌。为什么你不给林宥嘉夸补国语歌呢？是蛮有趣。那因为那个歌本是新歌，所以他都会有新歌，然后把歌摆进去。啊，那老板不懂啦。怎么讲到这里了？聊天聊过头了。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上半场最后一首歌。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啊！太早了吗？那我加歌好了。因为其实我现在心情还蛮复杂，因为楼下是我的好朋友，在那个小河岸留言唱的，以前一起玩过乐团的88变，听过吗？有。马场先生、子杰，还有最近最红的黄玉祥，演那个《逆光飞翔》的男主角。对，他在楼下唱，然后他们等下9点就要开始了，你们也来不及了，因为你们已经买票在这里。我的等下好朋友杨明是等一下他们下半场的乐手，
赶场也是很妙的，从楼上赶到楼下。然后我的这场演唱会演唱叫楼上楼下，不是故意的，就觉得怎么也太巧合了吧？但楼上楼下是那时候音乐总是要想一些主题啊，不过前阵子都太忙了，不知道有什么主题好了。因为每天因为我家住3楼啊，每天要走楼梯，楼上楼下。然后在有一次工作的时候，电话就来了，苏敏，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叫什么？我是走楼梯，你知道吗？哇，没有，我先等我一下，我再走楼梯。你知道什么？楼梯？没有啦，楼上楼下啦。楼上楼下是哦，对。要不然总不能跟你讲我的演唱会叫楼梯吧？然后呢，这样子我坐电梯就我的演唱会叫电梯，这样很酷哦，对不对？然后苏敏出场的时候电梯就下来，然后门一打开 ，Hello 大家好，不错哎，这个 idea 卖给卢广仲。对，搞不好他演唱会已经结束了，那要卖给谁？林宥嘉啊？五月天。卖给五月天，他们会很挤呢，5个人在电梯里面，电梯这样出场还蛮酷的没有啦，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自己想一想，你们想开心就好啊。好，我要讲，我又忘记要唱什么歌了啦。聊天呢。好啊，现在唱歌心情很复杂。哎呀，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问的。如果有第一次来听我表演的话，你们要习惯哦，我聊天的时间都会比唱歌时间长。聊天这样会有很多 idea， 你知道吗？像我的聊天有麦克风，比较大声一点，你们可以一起喊，没关系。好，要唱这首歌我改编过了，唱的等下就休息一下好不好？这首歌叫《风》，阿美族有一种唱歌的方式的，我讲给那些第一次来的你们要习惯。新朋友你好，我是苏敏，我的原住民名字叫苏敏，我来自阿美族的 ，I come from Adulan。然后阿美族有一个很特别的唱歌方式，就是一个人领唱，然后其他人答唱，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就会给领唱者的力量。领唱者的那个领唱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了解哈？有嘎达，有嘎达，哇嘎达，日文，这个跟唱歌无关。好，唱领唱哦，领唱是嘿呀嘿呀呀吼哟呀，然后答唱说嘿呀哈嘿。这句而已黑暗哈黑暗，5个字，比我之前都还要少哦。黑暗哈黑暗，里面黑暗又重复有没有？对，然后你看我手势好灵活哦。之前8个字很不好比的，灵活了，现在灵活多了。很简单哦，黑暗哈黑暗。试一下吧。嘿呀嘿呀呀嘿哟呀，嘿呀哈嘿呀，哦嘿呀呀嘿哟呀，嘿呀哈嘿呀，嘿呀嘿哟吼，嘿呀嘿哟吼啊，嘿呀哈嘿呀，嘿呀。嘿呀呀嘿哟呀，嘿呀哈嘿呀，会了吗，新朋友？你要点头啊！这很简单的。如果你不会唱，
原住民也救不了你了。啊，也行啊，改编的有一点点乡村的味道。Aku atai tu tak beri Upari Mi yukai tu tak kefu Upari Mi yukai tu karu kirang Up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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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ai sa papari tu panai Upari Na ai sabi itang kuliku Upari Saka sa emenurumi a Upari Upari Hey yang ka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Hong wang ka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ng ha hey ya Hey ya hey呀呀嘿哟呀，嘿呀哈嘿呀，好难哦，没办法，一边弹一边聊天了。Upali, faru tu tak beri Upali, mimpi kai tu tak kefu Upali, mi kai tu karu kirang Upali, Upali, Upali Na ai sa papali tu panai Upali, na ai sabi itang kuliku Upali, saka sa menumi a Upali, Upali, hey yang ka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oh wang ka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ng ha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hey yang ha 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oh wang ka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 iyo ho wang, hey yang ha hey ya, iyo ho wang kaya iya ho iyo ya, hey yang ha hey ya，谢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了，今天休息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今天要 MV 大首播 solo。